商場每日咁多人出入，你又知唔知邊個入口最多人流？邊一層最多人停留？邊個時段排隊最嚴重？邊個廣告位真正最多人經過？好多商場每日都有大量畫面，但傳統做法只係用嚟記錄，畫面拍低咗，卻未必可以直接變成管理層用得到嘅資料。結果人流高峰靠經驗估，前線人手靠現場反應調配，租戶位置、推廣區域同廣告位價值，亦好多時只能靠觀察判斷。但 AI 視頻分析系統可以將畫面轉化成實際營運數據，系統可以統計唔同出入口同樓層嘅人流，分析邊個區域最多人停留，排隊人數增加，管理人員可以及早調配櫃台同前線人手。節日活動或者大型推廣期間，人群密度上升，系統亦可以即時作出提示，管理層唔再只係知道有幾多人入場，而係可以進一步了解顧客去過邊、停留幾耐同邊啲位置最有價值。呢啲數據可以協助商場優化樓面規劃、推廣安排、招商策略同日常人手配置，由單純記錄畫面變成真正支援營運決策。呢個就係 CPoint 視頻分析系統為商場帶嚟嘅價值。想了解點樣將現有攝影機畫面轉化成更有用嘅營運數據，歡迎聯絡 CPoint 預約參觀香港展示中心。